镜头转来咱过来，咱来关心南环的明北溪路桥溪底便道，伫这个月初因为落大水雨，引起水崩山桥则冲断去，真无简单抢通，想袂到22暗山区一阵大雨，溪水涨流，结果便道阁害去。即马公路总局已经赶紧阁抢修出一条便道，已经暂时会当解决桃园区3个里出入的问题。土石路伫南环公路明北溪路桥更便桥附近断开，22暗时6点半，因为山区大雨玉水溪爆发土石流，溪底便道拢引起，溪底全部是土山甲大石头，造成河坡积差不多7公尺悬。溪底便道拢卡掉咧，高雄桃园区复兴老福兰甲梅山3里连外交通断去，23停班停课1天。教务单位透早出动6台怪手伫河坡进行清除作业。人民的期盼是说，希望等下一定要尽快让他们的，因为有些生病的人一定要下来。那还有农特产品的部分。大型机构伫要咧修理的便桥顶悬，紧急说通行步道早起10点，紧急启用步道，互民众解决通行。更便桥更条经过补强作业了后，下晡3点开始也开放限制车辆通行，来满足当地农产甲民生有需的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